阿布哈茲，一個你喺地圖上未必揾得到但真實存在嘅地方，佢位於格魯吉亞西北部嘅黑海沿岸。佢唔係國家，卻又唔完全係地區。戰爭之後自稱共和國，但唔俾承認，冇法治，國際組織入唔到。對當地女性嚟講，連受傷、失蹤、死亡都唔會出數據同報告，甚至唔會喺歷史度留低一個字。呢種沉默本身就係一種暴力。喺衝突之後，醫院半癱瘓，藥物短缺，創傷重疊，但最窒息嘅係2016年嗰條法令全面禁止墮胎，無論女性遭遇強姦、亂倫，又或者係女性自己生命有危險，一律不被允許。好多女性冒住生命危險，被逼去做唔安全嘅地下墮胎手術。喺呢個地方，身體唔係你嘅，選擇唔係你嘅，連繼續活落去都未必係你可以決定得到。女性喺廢墟度撐住，但佢哋嘅身體同生命被逼成為代價。阿布哈茲嘅家庭暴力唔係嚴重，而係無處不在。呢度冇家暴法，冇庇護所，冇保護機制，施暴者只會被扣留幾日，又會返到同一間屋。而女性連一個可以過夜嘅安全地方都揾唔到，警察唔會理，社區唔回應，制度唔存在，暴力就咁一代代循環落去，就似一場靜默但冇人阻止嘅瘟疫。喺呢個地方，被打係日常，求救係奢侈。呢度存在好根深蒂固嘅榮譽文化，係阿布哈茲，女人必須忍耐、沉默，必須維持家庭完整。離婚唔係選擇，公開暴力唔係勇敢，只係會被社會當作羞恥。對佢哋嚟講，逃離暴力唔會帶嚟自由，只會帶嚟更大嘅羞辱。問題唔係在於女性冇力量，而係社會唔容許佢哋掙扎。阿布哈茲嘅人權專員公開講過，呢度存在酷刑，存在唔人道拘留，存在司法冇透明度，女性嘅案件幾乎唔會被處理，因為根本冇法律機關願意插手家庭事務。當連監察機構都講自己冇能力處理，你可以想象得到普通女性嘅處境有幾絕望，連最基本嘅求救途徑都冇，佢哋嘅痛苦制度連睇都唔想睇。因為阿布哈茲唔俾承認，國際機構進入唔到，資源送入唔到，法律建設、庇護所、培訓系統全部都只能停喺紙上面。阿布哈茲嘅女性被困喺一個冇國家、冇保護、冇出口嘅封閉空間，世界聽唔到佢哋嘅發聲，媒體報道唔到佢哋嘅困境，佢哋唯一可以依靠嘅就係自己可唔可以撐到明天。請你關注同分享，請你唔好沉默，請你讓更多人知道佢哋嘅處境。